还像一个女团哎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哈嘎印。好可爱哦！原地出道，可以耶！因为打差到散分哦，接下来就是不用比放轻松了，不用比还有上面，是我冒犯的，很派血。来，太后嘅時節，拖嘅體理呢？嘛該體理地理序，地理序，我们摄影棚高度最少就大概20公尺，可以不一丢，它是要往下丢。那是你的男男性朋友。结婚了吗？還冇，开口述了，该会是他吗？他比我想象中还靠不住哦。对啊，你看很想讲哇，阿婆的主战冲过来去电到，卖到你为手下留情。那我好好報答阿婆喎。係啊，點解不講用係3千用半出？剛剛差點岔氣呢。少講客家話講唔好，哪部嘅數位準？我以前架子如訓練去出咧，哦，1模、2模、3模，4模都不念了。哎，我覺得你很會演哎其實你很會演，你的氣塊真勁因為哦。很輕，然後但你會發抖。什麼意思？哎，來錯安不彰顯重量不是，我說你看起來沒有很緊，可是你看要演到發抖。你看bingo，你看來bingo，你斌哥完全沒有在。啊你封的面怎麼辦？啊，他笑的很面哦。口味問題啊。好啦，到台尬講哦，這尬自主哦，就本台尬一開始就很熱血咯。為什麼會讓你健康體態？嘿，因為哈根本因哦，繞牆道的來賓，等一下哈就可以隨時會先繞這個操場跑30 K。嘿，走運動啊，我們是一個運動節目一點，你主持人經驗啲。好啦，睇下就全部係一講一腐爛哈。來講一下 MV 哦，一啲馮主要10分厲害嘅人，哦超厲害。嘿我同鄉的妹妹，喵你經驗哦。基本上一句客家話都唔會講哦。一下佢一下呢已經變咗係客家研究所嘅學生嘅，number 佢就做行業先生，而且佢係講客家太學做行業先生嘅。哇，厲害我已哦！經預知他的未來了。哇，你有記得部分，預知。超藍隊紹介一下，藍隊厲害哦！記得哦，非常後生嘅人哦，他是我們第1屆客家事務委員會的諮詢委員。青年諮詢委員非常厲害哦，所以等一下哈對客家事務嘅了解，我們這邊1點讚。跟他諮詢。好，好，沒問題。剛先的分享都出時候嗎？好，好，馬上呢先的分享都可以。阿牛喊師傅，開講。 3號來運動一下，攞準備師傅。大家好。他有，叔叔有練過啊。好，3號來分享到馮翠嘅沉睡雜技係來自苗栗太湖嘅表姐妹，分享到方怡老千羽。大家好，好可愛哦。幾多歲啊？ 23歲，哦，有青年呢。哦，我年輕，你呢20歲。哦，剛剛千羽的意思說，你怎麼那麼快就講了？那講什麼？應該比美就很淹水嘛。他們倆需要什麼秘密？那麼年輕，我才要秘密吧。你右邊那位，哎，他很少，他很少。好，3點下咧，強壯非常後生，記得係類似容貌哦，頭人容貌嘅朱順東，恰中福建，還有范江麗萍。大家好，黑貓。哇，哎，你們兩個啊，先贏我們這邊2分了，哎呀因為你們倆加小8個字，我們才6個字。比死命係嘛？對，哎，你咧先來看一下風水啊，帶來乜嘅？來自苗栗太湖嘅吃破天婦儀。太小了吧，師傅幫我拿一下，我快看不到，Costco 都比這大塊。試吃的部分，真經會有啲草莓的香誒，酸甜酸甜誒。凍凍牛背哦，洗蔥蛋糕就洗面蛋糕會洗憨，但是這個好香哦。太湖嘅太湖濃逼，濃皮都有濃嘅。逼做得賣，今年啲用3年當厲害哦，方怡呢好多年，你係好濃煙，我好多年。咁你做乜講客家話呢？做乜嘅？係啊，你唔會講普通話冇嗎？事情嘅嗬。我對小學6年生嘅欣賞嘅時節本欣賞程度，因為我會有去朗讀啊演講，也比賽了後，
藝術一直參加，參加到現下藝術外講嘅。都係你得獎好厲啦，害！常勝軍而且哦佢。一下呢係中央太學客家語文學呢嘅碩士班，錯嘛？咁千羽你咩係嗎？嘿，咩係中央太學客家學呢？係愛睇3年生咧。哇！咩係老方怡姐姐強樣，就咩係從細係國小比賽到國中啊，我有上過客家新聞，就係得到客家龍托嘅全國第1名嚟樣。佢大條命嘅，全部係大條命，伢老妹，矮佬。伢妹係伢高潮。用嚟出機喎，嘿阿妹，哥哥，嘿阿妹啊，矮佬妹，係啦，矮佬妹。好厲害哦！見面風度像草莓強樣。用啥都按強用格晒。係啊，對面見中你麼？咱隨百寶箱學司機，來，打過來幫大家看。安呢嘅會睇落係泡菜，泡菜，而且係推切的哦。誒，你一片就學太地咧。真好。泡菜就係食兩種口感，切切，脆香香的，慢煙做嘅。係嗌食火做嘅。哇，福建阿姐，啊見面冇帶薯條腐來啊？冇得嚟。那個福建阿姐哦，見面有動用心哦，一族有動像信用哦，等下我他要發喜糖的感覺，是嗎？因為做到這樣風當當。可以來當後生要按太順啊！嗌兩下，嗌今年係23歲。俺後上是做我剛剛小改首屆的客家青年諮詢委員，佢喊個厲害，佢喊老師。哪方面性上？我嗌係個小，還有個種係補習班嘅性上。哇，搞乜計？全部有。哎呦，全副都有。所以等一下哈，我老下講，向請來挑戰，我要來獻譜一下所有嘅回答解釋題析，全副告本立題。冇啦。準備哦。等一下，現在搞遊戲哦，我們先來鬧戲一下。做得好，對對。好，馬上來進行體育館嘅 PK 咯。向請來挑戰。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今本人來賓哦，非常厲害哦，唔但講詳細是對客家事務非常了解，所以等一下哈，我們要再次創造奇蹟，8題完全答對，走對嗎？做得。勝券在握，而且4概念哦一致認同。而且我還發現一件事情，福建馬普提都可以導變完全沒有年齡差。青島福建馬，說真的，你們4個人看起來像一個女團哎。我給你們 Q 點說，大家好，我們是預備備備起。大家好，我們是客家兵。福建馬姐嗎？好可愛哦！原地出道，可以耶！好啦，加分啦，先來加人點先加分又有忙呢，對不對？係啊。等一下哦，兩句總共答對題數，推俾我講廚師做在先幾道紅色菜，哈。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剪刀石頭布，咱隨先來。好。水果之王，係。水果之王，係係榴蓮吧？哦。不是。一感覺係你。好，不那種水果嘅碳水含量最高，第一個係芭蕉，第二個係牛奶，第三個係黃梨，那個黃梨嗎？哎呦，你猛講太記住啲咧。好，唔愛啲係黃梨。因為你會買嚟食嘅豆啊，食到黃梨是嗰度水分嘅豆，係你前你知道它甜係嗎？不是水分哦，是碳水。係碳水到水冇共用哦。同分哦。哪一家呢？黃梨吧。牛奶嗰個甜，芭蕉是不是也很甜？芭蕉稍微有點酸哦。哦，對，芭蕉其實有點酸。芭蕉是比較酸酸。哦。啊，牛奶如果甜，係你前提。對，呢啲嘅答案係。啊，黃梨啊。好，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未 B 未 C。其實你也算係一個熱量嘅誤區哦。假使強濃度係100公克來講哦，其中哦，你要芭蕉哦，它這個芭蕉碳水的含量只有1/3的哦，有33.2公克都係碳水哦。那其次呢是龍眼，差不多嘅2/4甜，黃梨係淺帶，是芭蕉的3/4甜。唔怕，沒關係。馮翠英先嘛該。
虽然我是好人，不过我要挑战客家人不可不敌。说的，你这个气势我就是欣赏。协助之强。加嘛该，风的，暗光妹妹，腌东西的腌呐吼，你公馆最多的暗光。等下呢，你用啥你要拍一个做台表，那要先嘛啥嘞？虽然我是爱线的，不过千羽来的。损不千鱼，损不千鱼。哎，这是就是好学姐学妹就是这样。好的，30秒当中向你讲出四组接受看到嘅客家酱料。不过先讲哦，葱啊、豆油啊、tomato酱啊、蒜丝俩都唔算哦。好了，准备好吗？千鱼，做的3、2、1，想开始。番头醬、烏魚醬、桔醬，還有豆腐魚，还有吗？木梨醬。走的走的。好香哦。停止呼吸哦哎。呀，做的开始头鱼嘞，来。真的，哎呀，福建阿婆都会挑出来做本色的。咱腿加油，哈卡 Pink 加油了哈！来，蓝翠要先来题，感做感动，动，好，感谢感动了哈，来走。敢做敢当，噔噔，下杯橄欖油嘅講法，哪一種較正確？A 講節目較淡嘅，比較沉嘅啊哈，很較營養。第二個呢，長時間高溫來煮嘅話會變質。第三個愛用到冰箱來保存，哪個係正確？不是笨，不是病好，是 C 先生去散开。刪掉。你们是跟我差。 A 还是 B？我选 A。他可是 A 唐阿婆你好吗？好，好 ，A 來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B。其實咯，這個也算是凸顯橄欖油嘅一種誤區哦。讓大家分享一下哈。高圖哦，這種減少橄欖油哦，真緊哦會產生哦對身體非常唔好嘅一種東西，叫做脂肪酸。啊，什麼下切埋橄欖油表示講哦，佢保留下到嘅葉綠素，同時又去特別講哦，佢係嚴重嘅成分哦下到掉。那橄欖油哦，保存嘅方式營養版哦，就係莫反覆按用熱氣就出來變相，就不用到室溫哦，一般室溫充分來保存就好咧。如果你這樣子進出啊，冷又熱，會加速佢嘅氧化，下容易會酸體，保存嘅效果非常的差。唔怕啦，我們現在才輸1分而已，還好。嘿啦，唔怕唔怕。還好啦，因為1水差你分，比美貌挺潮的差。總分100分呢，對啊。來，我最先來題，考試加油。因為你還目前沒分數你只能過關而已。好，因為假設差到3分哦，接下來就是不用比放輕鬆了，不用為頭上面，是我冒犯了。用派寫。那看起來油法係咩？一般該不會啊。对，那用案例可以有底哦。哇，來動好型牛排，哦，你又看到我都怕你。我最先來題，考試加油。好，黃梨福果嘅個名嘅係哪頭邊來嘅呢？A 係講黃梨老福果嘅批注，行噶。第二個係種嘅季節老黃梨共用，C 係嘅個口味凍槍黃梨。我選 C， A 吧。我選 A 哦。對啊。哦，哦，你各自的原因是什麼？佢有糖過配種嘅果嘅像那個牛奶鳳梨啊，因為糖起來看起來像按喺拍攝嘅像同牛奶做嘅共用啊。鳳梨世家，古時候佢係世家。哦，所以你有最尾的答案。嘅鳳梨係香形容詞。香嘅。對，古時候最尾。愛選，古時候愛選係 C。好，我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C。厲害哦！方怡哦，真緊係鳳梨福果嘅博士啦，哈，厲害。因為鳳梨福果哦，佢完全唔係鳳梨撈福果嘅配種啊，它不是結合啦，一點都係浪子泛梨子，還有泛梨子兩種品種哦，插到配種之下嘅水果。咁樣做乜嘅我按到鳳梨福果咧，係因為佢食起來像鳳梨強種酸酸甜甜，我按到。鳳梨福果，嚇你一下都係風趣哦。唔係，來藍翠先題來答對來。問家峰先。賈鵬我先來題。搖來搖去，哎，我就說跳舞擔當。哇！好，第下兩三
你拍出一下就代表限時到1分鐘當中，做得用那個保鮮盒搖啊搖嘅，然後搖出10粒嘅蒜頭哦，皮去掉，然後就算過關嘅。馬上來上道具咧。好，我來搖蒜頭比賽，好，等下我邀哦。哦，時間的限制係幾分鐘？我跟你說，你這題是沒有退路的，你不管怎樣，你就是要過關。因為你下目前冇分數你只能過關而已。好，因為假使差到3分哦，接下來就是不用比放輕鬆了。你要過關哦。準備好了，搶快起！哎，太力帶，太力帶哦！再大力。它有一個巧勁兒啊，其他都bắt了。好，用手合夾。啊，你還做手指甲哦？完。手唔會卡夾哦。我跟你講，指甲明天再去補，你先比賽要緊。啊，我狂不落去咧！太力帶哦！我懂太力你啦。想想看，有一個小朋友他吵一整天了。要很大力。你不要怎麼辦？你就是要贏，你只能這樣想而已。阿婆，你狂不落去咧哈！來，阿婆。節目首例啊！來。因為製作人看不下去了。太力帶，太提前落去，差不多有7、8箱億，還有長會8。你看嘛，阿婆已經跟豆角兄弟學染窗。阿婆，你看阿婆穩的了。係啦。呢題。你下四就。這有2粒。好。這有2粒，你。倒算了哦，倒算了哦，夾，倒算了哦。3萬掉，加速。小的。其實四就已背啦，四就已3年走啦。再慢一點。好啦，10點多。雖然內底係強脆，不過我的共譜就咱嘴挑戰失敗。對呀，真的。這個待會這個蒜頭全部會被師傅拿來用。好，而且我們要看他們生吃蒜頭。沒有啦。哦，好啦，還是給他們鼓勵一下。唔怕。好，接下來紅隊不要再答對了。唔怕，因為等下走出來部分，我覺得福建這基本那滿分有可能2位還有上煙。來，好多的是我冒犯了。用派誰？客家諺語講到用飯流覆水，係講乜嘅呢？A 係講滴水穿石，B 係徒勞無功，C 係痴心妄想。你一對中大學嘅學生來講冇問題，是嗎？因為記得我教授你下可能填詞。教授，拍誰？緊張拍誰？怎麼今天一直在道歉？用四面當過來團。好，因為我們已經我咪係上 B 直覺，答錯了我回去問教授。好，你講嘅哦。好，來看一下中大學嘅學生都記得嘅答案，正確嘅答案係恭喜趙學基。哇，咱這壓力真緊動態哦！你一記喎，萬金嘅意思係講哦，團了覆水哦，冇柴工，咩意思咧？就係呢種有空嘅嗰種料啊，來撩水，也係拍水哦，咩意思？拍心酸啊，做白工，冇柴工啊，咱最加油！答對，你現在就是要贏。嘿，好，我先來題。我不聽。連尿蛋糕嘅空洞有乜嘅作用 ？A 係講吸收氧氣 ，B 係抗氧分 ，C 係平衡夾嘅水分。A 好，來看一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趙學基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另外，佢上到素材叫做水土哦，水下帶哦嘅嗰種土內地背啊，所以佢冇法度哦，透到空氣當中嘅容器啊，所以另外嘅孔哦，佢會連接入去邊嘅孔，所以透過入去哦，來吸收氧氣，再個受傷哦，到另外其實會有氧氣咧，它才會有養分，才會有氧氣。紅隊最後一題啦，哈，手下留情哦。下部係講有關普通嘅講法，哪個係正確嘅？A 係講到室溫保存就做得 ，B 係講小水來泡過最好 ，C 係講生物液淡嘅營養。哎呦，做乜嘅？阿媽同我講做唔得用小水，啊，一些嘅用嘅愛看也係紅糖。紅糖，
喺唔同種嘅色就冇共用。哦，我覺得種種太學教到非常好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恭喜就係 A。太厉害了！連4題答錯，厲害哈！其實哦，10寸嘅嗰種碰通哦，唔是用到變相啦，你用到室溫哦，差唔多18度到20度左右嘅室溫就做得咧。碰通咪建議大家莫用高溫來煮過機啊，係用燒滾水來浸來沖機，沖你一種碰通水啊。因為你啊高溫哦，會讓地表天然嘅高速破壞它。喺我講到石墨啊，當然突顯你啊碰通嘅時間會困蝕。但是碰通嘅石墨會經自己嘅化煙啊，食嘅嗰種化學啊冇強用，所以有啲嘅時間係氰解，有啲嘅時間係碳解冇強用，然後嚴重嘅過帶哦完全冇關係哦。好，總之呢是全對，厲害。藍隊呢有1分，也很棒了啦，因為真的你亞洲現在都看難的會。韓國記得哦係來參加煮菜比賽嘅，對不對？這才是真功夫嘅展現。等一下，好，恭喜哦，5個。妞妞妞剩錢啦，一定妞剩錢啦。慳財棍，慳財棍，有兩項咧，看哦，偏是 P， 偏性嘅 P， 最尾一項，最尾一項哦，卵啊，幫手手睇咧。好，5項色彩，觀眾朋友們有思想困難，師傅運用來做變化呢。師傅上菜了。好，師傅呢剛剛先到5項色彩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色菜名係嘛？慳財棍牛肉餃，爆薯條，又要變性皮，然後給爆落去啊。像意大利餃那樣嗎？類似，但你要客家梅，所以你要用嘅慳財棍，牛嘅身去切切的，切到絞肉來用嘅。你給你要留點口感。哦。可以隨時請我們的公主幫你處理任何食材哦。係啊。喺看見油法係咩？一般該不會啊。你們用案例會有啲啊。哦，來凍好些牛排，哦，牛看到我都怕你。真的。慳財棍哈。它是有筋嘛嘅？用煮過咧，然後調魚先煮過。全條咪糕誒。因為過鹹哦，本身是凍鹹咧。所以。係啊，唔是用埋嘅調味料咧。係啊，水餃啲會爆盤。盤有煙，高度期待哦。卵。哦，水餃還會卵？卡巴是嗎？卵黃。個蛋腸卵黃甜甜咧。你話自己烤肉啊，呢啲牛咩配啦，卵黃。哦，合滑溜。那師傅，大家全部包落去用泡嘅哦。係泡嘅。你係用乜上出來啊？其實要你做意式料理，要加泡飯湯啊。對啊，泡飯湯未要。意式料裡面有炸飯團。要。但是嗰啲係用嘅係燉飯，因為講燉飯春下來，冇時睇到底咪就包到起司啊，你就換啲麵包粉下一泡咁樣。那水餃你做乜嘅上講用偏食皮啊？啲泡好驚啊，好斜啦，會好斜，胡椒粉。哇，好客式哦！有鹹菜乾，有胡椒粉，還有一啲新香料，蒜頭咯，蔥巴，很香。哦，這個其實亞洲一個也可以，盒子，像韭菜盒子啊，個餡料，那個料，我可能調水咧，係嘛？還好，因為咧盤底下會作緊水。對。啱嘅鹹菜乾熱天愛煮過嗎？煮過好香。對咧，讓佢停住包啊！包幾多錢？包風包啊！也太飽也好。唔凍哦，等下對折做三角形，然後你做得咧。很香。因為打生煎包片時嘅風險完全冇強用咧。有嘅意大利餃嘅紅色吧？對角對折。對角。做咗三角形。感覺到好食咯。你發現啊，人家都全部懂厲害誒，就是包段有嘴，算是包的料很多誒。你唔會夾下底下泡嘅水就走出來哦。所以個冇必要咧係分醬。但常用水做唔得，夾下可能冇唔難釀。分醬哦，就是用那去做的。我要不好釀掉。麵粉醬啦，那樣。麵粉醬。現在玉
很简单，安博都有煮饭给家人吃吗？有啊，好幸福哦！你们家那两个男人天天都是暗好哦。你差不多啦，幸福的味道。哇哇塞，恩爱咧！再恩爱哦，肯定。哎，玉涵姐系要恁做伴侣他哦，今天有2个护花使者，安尼哦，提起了6样。嘿哦，穷下来看妈妈做些这种工作环境，那结果他有回馈什么？没有，他去逛街了。他先花了，继续花了。花钱。帮妈妈辛苦传了的钱，那一发奖奖。他通常晚餐都是吃1整只牛，我说真的，哎去我不然就是吃一个海洋。我不卡冻死哦，有4/3泥都会变相。来，太好嘅时间，拖嘅体力呢？嘛个？体力，气死去地理区。我们摄影棚高度最少就大概20公尺，可以混一丢。那要往下丢吗？他是你的男朋友吗？男性朋友。结婚了吗？还蛮好。哎，开口述了，待会是他吗？喂。我斌哥樣嘅油溫我幾多圖差唔多？差唔多180度。算係高溫好高溫的，因為它已經從大溫將個油轉落去嘅，即係會別過來。嗯，所以封口有檢查哦。我們找到一個封口漏洞，扣5分哦。有上次一是潘州咖喱用的呀，類似炸餛飩。哦，有哦，多邊性那種。可是你有冇冇想要做嗰種金元寶型啊？你做得其實日川做得自家變化。你講兩國很樣對，飲起來。印度因為該地本都是料的，變好少嘞。這不是平台嘞，對，我沒有在人身攻擊啊，沒有，我說偏心。偏心，做料理呢，對，好台。是不是像印度料理有那咖喱角呢？嘿，產到上面也是用炸的。哦。不過椰咖喱餃，椰皮個盤。對，有一些酥皮啊。它鋪到地板又起泡，它有點空氣衝起來。會叉叉是做得嘞。因為人家看有魔術咪做得是嘛？誒，其實公司才做得啦，冇其他嘅石頭還有哪度？對啊，都全部熟嘅啊，泡咪熟嘅啊。牛肉做得上是黑影米嗎？做得，做得啦。因為它裡面不會像豬肉有寄生蟲。你家的宵夜喜歡吃什麼？果汁。好健康哦！只來一點垃圾食物。宵夜吃果汁。問另外一位，宵夜。好，我們聽一下正常的。因為她是仙女。哦，沒有，再問一次。好，那仙女平常宵夜什麼該？我看那些薯條。不可能。地瓜薯。而且它一定是現炸，對，然後氣炸鍋，然後用溫海鹽，對不對？對，那斌哥呢？哎，舉兄弟位，會嘛燒烤，麻椒啊。我好少寫宵夜，因為我按部，我也寫餐廳，我的那一餐差不多就是宵夜。就吃到晚上嘛。他通常晚餐都是吃1整只牛，我說真的，不然就是吃一個海洋。TVB 料我買個直播一個海鮮啊，買一個冷凍庫。我家我不卡凍死哦，有4/3泥都會變相。師傅，剛這樣我不是大家吃到很多油嗎？唔係啦，你點太薄來破咧？啊，你因為地板咁要熟嘅，就是嗰啲破到又送塞子產到做的咧。等一下水母要買醬也係買粉嗎？唔是，我是誒，加混掉個蒜蓉醬啊，混咗埋個泰式甜辣醬咧，都吞做的。哦，香港嘅地板要鹹菜乾咧，凍要梅呢啲凍要梅咧，沒掉胡椒粉咪做的。哇！咔個。我見阿姨我妒忌咯。有單場用看那些藝術女人。好，鹹菜乾、牛肉餃。阿牛去後勢嘍。公蟹菜哦，冇人食過你要出料理。真的，來開動了哈。
好看，個脆哦，哦，跟内料它要看哦，咁澎湃，就爱用少少是真好食。萝卜吼真紧素素的，鋪到愛用鹽，結果底部哦是到盤愛用軟嫩，冇上到盤就在爆到水餃底部哦，偏是底部。要吃得饱哦。當好食要當新奇按藥。用邊技術用嘅來按好食。哇，大家都滿意都咧。滿意哦。你講睇下較強勢油會發作用氣炸鍋啊。錯。唔過銀行係叫咩？最其他人是不給阿姨的料理。這個主人從來咧，因為他們4個人看起來就只有你平常煮飯，平常他們看來才一百要表演而已啊。你看的完全冇唔錯。是吧？哎呀，姑嫂呢？等一下你要加油哦。哎呀，剛才你數3分，懂洋葱的事情，你要加油哦，哈。我真係進功夫了哦。好咯，馬上來進行最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練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速錄菜。新來萬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，來到最杯米館，都帶給你成績本用版哦。要到畢業是關鍵的時刻哦。馮翠帶來嘅菜名係乜嘅咧？紅燒蝦公，不容易紅燒哎。兩位馬上都做主廚。哦，厲害厲害。方姨有平常有做菜冇？我有跟加葱油嘅煙活，我識嘅。當葱油，要做東西要有認識，因為你這樣有成就感。哎呀，食品剛按前就告不你嘞。錯，你先食過以後，大家講來選。好了，最杯米館呢？哈，老太公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！加油加油！稍後來看一下哦，總算咱嘴電到幾多嘅主戰場咧。來，今日帶來嘅菜色係乜嘅咧？白用嘅，你看，碟肉然哦，福建麻椒等下碟不該手勁哦，一定比繞蒜頭也係較大力啲。碟要求第1份，可以啊。做乜嘅？福建麻椒我上嚟帶來啲出菜。我每條擺都做，我都學到嘅。我做咗，我孫呢個就不嘢講我食，阿媽我食碟肉幫我食安尼錢啊。所以每一罐真嘅會變起來，等下吼4副2副哦，做啲體式啊，嘛個天數啊清涼，好冇？好，所以每一罐有信心冇？有，加油加油！兩區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3、2、1，將開始咯！哇，我哋嘅下個我又嚟做。你要老家嘅副食嘅頭嘢剪睇就好哎。那個需要，哦，這需要有需要對。你平常時除了好煮菜，你還有哪啲有興趣要轉衝啊？通過念看文章、比賽、地馬嘅賽啊？龍頭比賽。這是你的興趣啊？累積獎金。未來想做記者。哦，你都未都有同學都有到講下做節目啊？有想有當到學長學機會到客家電視台，冇去客家新聞有想睇上會實習啊嘅。哦。那方姨呢？睇好嘅時節，睇嘅體力呢？乜嘅？體力氣喜序地理序地理系。我睇好睇嘅體力呢？我平常考到全台灣嘅無強嘅體風去視察去旅遊安樣。哦。他應該是學霸型。田野調查。田野調查，錯。哦，巡沙去搞啊，巡沙去撩啊。就備課啦，因為我沒有修高場啦，沒緊張嘛，我沒有教師證。哇，性上紅，性上紅。沒。實力咧，實力咧。好厲害！現在後生你全部按 K 厲害耶！前面那邊有你們加油團嗎？那邊有。那是你的男朋友嗎？男性朋友。哎，派些有免風風了喲。男朋友嘛。結婚了嗎？還沒。還口述啦。待會是他嗎？喂。那千羽另外一個是你的嗎？沒有男朋友。找不到。就學業比較重要。你難過什麼？我也沒找到啊。對啊。學業。你還有10幾年。我大你1輪以上哎。你看他跟我處理好嘞哈。做家示範不？哇，你看手腳，他這個架勢，平常時又走出來。對。
好，拿第二，拿第二。好的他剪啊，指甲。他也厉害，他们两个都很聪明的小朋友。好，你大家给我都转来哈，不要赢那么多，我们已经赢3分了。难得民分奖的。对啊，而且是跟我队员讲。我应该看到阿婆应该是放心的。碟牛眼啊，对冇？也夾成肉，哇！夾成肉樣講好食。係攞啲葱頭，红虫条吗？紅葱頭，哦，攞啲胡椒，胡椒攞啲鹽，你就点睇个狗类，看你碟重要哈。可以啊。好，好，展现一下，我们摄影棚高度最少就5公尺，哎不止哦，大概20公尺可以不一丢。你这个往下丢，不知道。那点呐，把多少小孩养大，就靠这道料理。也係 Andy 轉去屏東嘅時嘅，一天會向家婆煮過 Andy 食。不是阿婆今日特別對屏東來，屏東嚟啊。哦，各位師傅，是不？屏東內埔誒，係哇！咁我好好報答阿婆喎。係啊，今日蒲公用嘅3000元半出，很岔氣呢。一同就好麼？也有加啲油。冇誒，通常按用用到下輩就做得咧。好，現在溫度是舒肥哦。好，看個都有水。不用得挑眉毛。找一個那個什麼醬油，醬油味道上色係嗎？係按一碟去食。哦，哦，聞到少聽過啦，就點解？碟邊有冇好困啊？啊，要讓你漂亮好看哦。這東南哦，這個最高等級。啊，讀補習班教書都辛苦呢。係啊，你啊，成日見都見難教呢。唔會啦，主要我要加耐性。啊，嘿，啊，耐心不會用完嗎？就再培養。哦，來，點誒！哦，帥！哇，一定好好吃。嘿，這個哈張媽媽就會想來挑戰。對，你看貴屏東人都會很牛來做牛燃的哦。做本來筍也是的，筍那個都是。好，等一下哥都轉來哦哈。好，紅燒蝦用半年牙皮都出火啦。那有出火啦？沒有嗎？好啦，沒有，他比我想象中還他會煮哦。對啊，你看很想講哇，阿婆煮展衝來咧，去電到千羽，咩告你我手下留情。漂亮，好圓哦。哇，太大！啊，好吃嗎？太大。沒有線，最鬆口線。誒，千羽你豆腐卡係呢一屆甜甜，也係要。我有一隻阿哥，我喺前者。哦，你俺不會做，通常最小的唔係那去下豆槍，我是掌上面。家裡的廚師，我們家的男生不會煮菜，也女強人，好厲害哦！你10歲就很會煮。俺會煮，你還是冇男朋友。沒有。我請你不行，我有推薦。你這樣犯法哦。咩，我做啲做嘅阿叔咧，哪有咯？我咪30人咧呢。我問佢判你嗎？難怪你真冇過去。有椒粉，我冇，唔是，我甜辣。哦。我要加辣椒入去。哦，他比我想象中還他會煮哦。對啊，人家還想講哇，阿婆煮展衝來咧，去電到千羽，咩告你我手下留情。冇法度啦，其實我要按杯做嘅啦。啊，因孫紅嘅唱出定係我炒嘢，強下先同過咧。同過咧，七人插喺萬年中嘅嗎？阿婆種嘅都不卡雜，都不卡雜。哇，有意思你咧。好了，我看起來我們這邊穩穩的嘍。那就要窮他哈。你看客家精神展現咧。色香味都有哎。配色係要貼去搭配的，對不對？ OK 啊，葱也要卡大卡小。哦。好，我們等下就差不多了哈。好，加油哦。哇，這個炸肉圓，伊莎，你做的是都有兩點哦。可以。那個泡涼讓時間，將板漿球讓那個削啊。
然後火做唔得重睇，哦，冇啲袂，冇啲袂做，唔會解，唔會熟。哦，因為我袂熟咧，啲袂掹熟。你冇睇到火。嗯，呢條動執將依片文看阿婆嗎？嗯，我以前係讀喺屏東科技大學。哦，啊，你倆還是到土壤嘅補習班。嘿，差唔多破幾句啊！但因為這技術也冇數，佢識啦。看識書就好。係。哦，阿婆木做鼻佢呢，其實看得出來。錯。所以阿婆個後食嘅肉印都係用夾心肉嚟做。誒，夾心肉個樣，你好配合剛剛冇事。倆佢凍倉點解做咧？很當哦。前兩日我去買肉，他會做一排，按樣學什麼？很緊張。用日本二食款嘅種用心來準備，你自己擺係嗎？宋天師，你就會自己擺。完全唔會驚生，唔會緊張。對啊。幾多隻嘅來順啊，是攞幾多擺？你假使你還有機會，還做啲很記得要變一下，要攞動作擺。還沒好，不是麗婷，你要不要讓阿婆決定好不好？對啊，我把它撈起來給他看一下。我用幾多碗好的？看佢咁就起泡，那個是判斷標準嗎？咩嘅油嘅關係會普通嘞？蛋白質。下淺嘅，可能下好嘅，剪半睇下看。你剪一下。好漂亮，好圓哦！哇，太高！哇！人家就唔撒熱了。可是很燙哦。撒好。很燙哦。哦，整油。這個是熟的。好吃嗎？太燙。咩好吃？貴中好吃。來，等一下，你三英兩渣好嗎？好，三張沒做的。你先可以這樣啊。我來等下小張。好了。你去倒算了哦。現場馬上來倒算。 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點到。馬上出來試試看下最杯米罐，你部卡面時刻爭到咯。日本七改嘅中餐，今天呢是海陸大餐哦。冇錯。先來對眼力鳳切紅燒蝦，快色品嘗。呢種凍好，咩唔係從下？阿婆嘅面試強用啊！阿婆糖都凍沙皮哦。阿婆面試強用係嘛？強用。仲係批翻嘅。風燒就愛用要蹦翻。凍蟲不下一個料理，很有家鄉味。下邊呢個搭配挺好食。非常好食咧，紅燒的精神。好，3點下來要把攬脆了，來食看哦。阿婆嘅肉仁，外酥內嫩呢。唔單講肉好食咯，夾婆嘅鳳仙你凍唔好。叔叔，這種係嫩嫩真係好厲害。邊係古早味啊？冇話想到，真的。我大伯裝波卡就係阿婆做，按好食。真係好食，好食。像轉到波卡，像就像阿婆做的是阿婆煮嘅飯就凍很服。相信師傅們係非常嘅感動，到底最尾按樣板去拼分呢，實實的看。現場嘅時節，我來到嘅都帶給你成績不係樣板人嘅師傅，也下拜託也到咯。好，鳳吹長盤分數4分，加上4分8分。你下非常緊張嘅時節來到咧，實實的看，攬水得到幾多分？5分，加上1分，邊開出？師傅要喊師傅先公平。我先講南翠好。好。南翠好，阿婆嘅面試，我木卡要食得到，相同嘅，要愛疊油嘅，係挑油嘅上面要疊出來。番薯粉，蘿蔔要會加實白，外圈吃起來會更酥。哦。紅翠呢，下公嘅做嘅面試真好。煮嘅時間、煲嘅時間減少一點，給下公嘅皮肉，當唔會按筋肉分開嘅，太老嘅啦。唔過面試來煲乜就挺好。好，阿邊哥來講。兩片春阿春一家就一本地，嗱呢一片處理蝦公，以後要剪開來啊，盡量後做下魚。但是我哋度嘅用調油啊，係個好多啲都放盤做得啦。
哦，你阿婆冻出来用啲传统嘅啲方式做啲牛腩啊，我是到冻啲传统嘅门头冻好。所以阿婆呀煮吼做料理呢，还系养面呐哈。好，两下成绩已经出来耶，马上你出来颁奖喽。今年呢比赛成绩已经出来，风吹总共得到8分，南吹得到6分，先来恭喜风吹得到3000元的加菜金。恭喜！再奖福建啦吼！好，三下来本大家来欣赏一下哦。今日送出2项嘅电炉哦，第一项厉害咧，你还按到不锈钢消毒刀做，给它擦甜的哦。你多用了皮具以后，它就会让你消毒，让刀子消毒。对，冻凤片。三点下来含有哦，这个是泥台里来的哦，原木手作4刀5件组。幸运了，好，两下成绩呢已经出来，马上呢先来抢一下方怡她替拜了上天视节目吗？係啊，係第一擺哈，嗱睇下分享一下第一擺參加心得好冇？對我來講，就係講我按照嘅時間做啲第一嘅素菜，然後同按多人講下。係我應該真經係第一擺。啊，對我來講，我咩講到哦，原來我做得講按多。係啊，你講到10分嘅流量呢。真嘅係至少啊，同感謝我老妹，我要講做。我老妹啊，我老妹，記得我老妹係要我學咩按樣啊？平常時要向下上課嘅時間。你咩 cover 我按鈕？cover 你。那種考試的時間係嗎？都難得幾批，而且他是知識王啊，選些4題都對，他非常厲害。好了，三下來呢，向千羽老太分享一下。我係第一擺來呀參加節目啊，我就同幸福做啲老家婆嘅美食帶來呀，向下分享安樣嘅美食，啊咩有好多動作像阿朋友嘅去做肉片安樣就動厲害，下擺咩希望做啲去學做東南嘅菜本，大家分享安樣咩同按自些我嘅老阿姐阿妹啦吼。阿妹小聲，有媽媽的笑聲呢。阿姊咧就到學教咩同照顧我安樣，有咩基本嘅咩同歡喜來到也就按自些大家。什麼味道？表現都按好，客家話就口語啊，對咯。呢題啊，呢題千羽啊，變做一個客家電視台哦最強最優秀嘅記者。超。哎呀，3點下來哦，我們咪係後生代表福建姐。今日帶來安都很好食咧，你買感想讓葉順強下來。我順你講超好食，啊都幫我來做俾人食翻用，食到口味好冇，安尼請嚟對喎。啊我都講勇敢唔怕，冇嚟過嚟做俾人看那些買個米湯，食到好食冇安尼。談起講，呢2張也是可以去準備咧。吼，三下來最尾一屆壓軸力挺。我睇下分享一下。我今日東分去做啲代表安利倆，我客家委員青年來參加倆客家節目，係我東分去。那第2係我同我家婆來參加倆電視節目，嘛東分去安樣。現在一個聽應該自孫嘅委員哦，客家係有上是口音咧。不過至於這個肉圓哦。你不可以穿心沒有口音哦，經驗動態哦。所以基本你唔管係第1名嚟第2名，好高就好叻。嘿，那阿婆又兩隻副音也真係最要緊咧。好，今日呢皆大歡喜，每本你看到客家嘅好唱嘅呢，10分嘅有上百，做得老客家嘅語言、老文化繼續傳承下去，又加識到阿婆阿好食嘅牛眼，家老實講，也就時代下食嘅料。哦，最少就19粒哦，超好吃。好，嗰時候呢，正義龍感謝大家來，下禮拜又過來哦，嗬。哎呀，文化就按樣往下扎根啊，見到客家後生嘅都出來要再見自家真實力、硬實力，所以歡迎所有朋友無論年歲都做得來參加一家之主喲。一家之主帶你向下來報名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